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表示，07年嘅財政盈餘估計會超過210億，亦都會爭取喺今年內將財政儲備法律草案公開諮詢。譚伯源表示，現正進行07年度嘅財政結算工作，初步估計07年嘅財政盈餘超過210億，主要係博彩稅收增長4成幾。而喺公共投資部分，由於計劃嘅調整，喺07年嘅執行率低於50%，有30億嘅預算冇用到。而喺06同07年嘅財政盈餘一共有超過500億，而政府亦都爭取喺今年內將財政儲備法律草案公開諮詢。如果我哋將來呢個財政盈餘繼續積累落去嘅時候呢，喺保證咗我哋有一定嘅基本足夠嘅財政儲備之後呢，其餘嗰部分呢就可以呢去有機制係盡量呢係還富於民。而喺春節過後，政府會向社協提建議方案，將養老金提升到每個月1700蚊，以及將養老金發放年齡降低到60歲。另外，譚伯源又話會盡量保持內地公路鮮活食品嘅穩定性同數量，亦都會加緊同國家商務部聯繫，建立更完善嘅機制。